就不见先衣先鞋。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宿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元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离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先衣邪教与尔等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先衣先邪交给元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隐心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大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十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一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赋予。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元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皇母之元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每想而在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寅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下运也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
为唤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万里末后一着的普度收缘。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实修一理，不一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1-833-448-995. Thank you.